继续来看，香港的男子陈同佳，伫台湾台视嘛是香港人的女朋友，随后走转去香港，嘛来引发着台湾甲香港之间要安怎审判的争议。相关的部会早起伫立法院做专案报告，内政部长徐国勇讲，政府从来都无讲歪予陈同佳来台湾，只是爱临柜来办理签证。讲台湾绝对是反对一国两制。啊，中国时报的记者甲追问讲，为什么政府前后的态度无共款？敢是目睭金金咧练小话咧？这是由徐国勇起性地规八都会，手安尼甲记者记住，叫记者较客气咧。一个杀人犯就在香港，这个是香港人杀了香港的人，香港政府说他们不能办，有这样的国家吗？面对陈同佳案件，内政部长徐国勇连续几日讲，和媒体质问，今日头一摆上去。我们从来没有不让陈同佳来。前后一致，你是在睁眼说瞎话吗？讲话客气一点。这是事实，部长你不要否认。问一个部长，不要问部长什么睁眼说瞎话，客气一点。态度坚定，强调讲香港无要办，咱来办。不过国民党立委黄兆顺质疑讲，徐国勇早伫咧9月25就甲有政协身份的牧师关浩明见面，是安怎会无因应的措施？他要来投案，因为这个牧师就是告诉你，他想要来投案嘛，对不对？你在这段时间你做了什么准备？你们什么时候开会？哪些人开会？你们做了什么决定？代志发生后，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嘛是头一摆公开针对陈同佳案件表达立场。我现在要来办，你当然要配合我啊，把人带过来啊，让我们去让我们带回来，把人让我们带回来啊，把证件交给我们啊，台湾很简单的道理嘛。陆委会就陈同佳案件进一步向中国化工爱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，不过单纯的司法案件开涉到政治因素，唔那引起台港之间的对峙，更加形成蓝绿双方的论战。